即马可能国民大会头，当天嘛是过，因为遐拢变家己嘛吼，啊，现在也不会有台江国家公园，啊，所以说写一条过来去哦，啊，再来跟平台，再来盐份地带民群，刚好来从经过医生，底下做一寡代志哦，写这条歌，啊，这条歌是用，大概你知道有听过有一条上，讲乐风叫做雷鬼，伊是按中央地区遐传过来，上面遐过来，第三，我个人想看第三个东西来讲盐份地带历史，来看下盐份地带。传统艺术，袂改信仰，就爱尊重、尊严。